新意網早前有過一段唔錯嘅升幅，市場開始再一次將目光放返喺呢間公司身上。但作為投資者，我更關心嘅唔係升過幾多，呢個關注係一時嘅市場情緒，定係公司嘅長線價值真係開始浮現出嚟呢？如果你都想搞清楚呢一點，今條片你應該睇到最後。我會用3個核心數據加一個關鍵邏輯，同你拆解3樣嘢。新意網點解可以升呢？咁呢一轉升勢背後有冇基本面支持？而家呢個價位仲值唔值得繼續留意啊？先用一句講清楚新意網係做咩。新意網係香港最大嘅數據中心營運商之一，同時亦都係新鴻基地產旗下公司。呢個背景好重要，因為代表咗3樣嘢：有錢、有地、有建設能力。喺數據中心呢門生意入面，呢3樣嘢其實已經贏咗一半噶啦。真正令市場重新注意新意網嘅，其實係將軍澳呢個超大型數據中心項目。重點係第1期已經正式啟用，收入開始實實在在反映喺業績。第2期未來會陸續投入使用。數據中心呢類資產有個好特性噶，一旦起好，成本大致固定，出租率一上，盈利彈性會突然放大。呢個就係後面所有數字嘅關鍵嚟噶。好，呢一段係成條片最重要嘅一段。好多人其實低估咗一樣嘢，數據中心本質上係一門高毛利生意。睇翻新意網上一個財年收入大約29.3億，毛利16.65億，毛利率接近57%。57%係咩概念？唔係一般地產，唔係傳統收租，而係接近科技股級別嘅毛利。更重要嘅係成本結構已經鋪好晒，人手、系統維護、電力配置，全部都係前期已經投入，所以之後每多1蚊收入，落到最底線嘅盈利比例其實好高。簡單講一句，如果未來收入增長50%，盈利好大機會唔止加50%，甚至接近翻倍。呢個就係市場開始重新定價新意網嘅原因。咁再睇估值，即使股價升到接近7蚊，滾動市盈率大約都只係15至16倍。如果前面講嘅盈利放大效應真係發生，市盈率其實會好快被食翻落嚟。喺呢個前提之下，8至10蚊並唔係一個完全冇邏輯嘅假設。當然前提係業績要跟得上。技術走勢方面，股價由大概4.5蚊附近起步，一路都係價量齊升。同時除咗母公司新鴻基，你都會見到挪威主權基金 Vanguard、BlackRock 呢類長線機構仍然喺度。呢啲未必代表短線升跌，但係一個中長線信心指標嚟噶。總結一句，新意網呢一轉升勢唔係純炒作，背後係有實在基本面支持。但係而家係咪適合追入，就真係要睇你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操作策略。如果你想我下一條片專門同你拆新意網短期風險位同埋回調應該點部署，或者你有其他想了解，留言俾我哋啦，我哋會出下一條你感興趣的片。